啥的我种农，一上来呢，工业村没留根，要自己要杀根，要根杀，留根杀呢要家村里留根杀呢嘛，就还点，还有比方就只包根嘛，只包可能喊到，啊，就包根嘛就包啦，从出去的么呢，啊嘛。拉柴一周打，只要周打的时候，拉柴一周打这样呢，养生早嘛要出几个路咯。拉柴一周给这样呢要出很低落了，要自己出山呢，绕那个出1米6根，要很低落山嘛，说的还是容易过晒个，管理出手出赔，要只要让你很给要个。
点基础啊。